盲人朝着药瓶凌空一抓，竟实现了隔空取物。旁边的年轻人见状，不以为然地撇了撇嘴，随手打了个响指就点燃了香烟，还挑衅地朝邻座眼镜男的方向吐了个烟圈。但眼镜男同样身怀绝技，只需轻轻一弹指，便能操控桌上的方糖在空中飞舞。原来这节车厢里确实藏龙卧虎，每位乘客都拥有不凡的本领。这时包租公刚站起身，就与一位路人撞了个正着，对方回头就吐了一口痰。老兄，站住！有什么指教啊？擦了他！没想到这位路人也是个狠角色，竟直接用鞋底将痰抹匀。包租公顿时火冒三丈，稍一发力就把对方震飞出数百米远。这场景吓得周围乘客瑟瑟发抖。这位同志，出手太重了吧？包租公立即出声警告。老者温言劝说，出门在外应以和为贵。可当两人双手相握的刹那，四周突然电光迸射，两人手腕青筋暴起，顿时都意识到遇上了劲敌。老家伙，你的样子很辛苦，对吧？我看你也很辛苦，看看你吧，汗流浃背了。老家伙，你这副骨头撑不了多久了。你也撑不了多久的，小兄弟。短暂较量后，双方默契的同时收力，老者颓然跌坐回座位，包租公却只后退了几步便稳住身形。严师傅，打他！严师傅，教训他！打什么打？没看见我快起不来了。经此一战，包租公俨然成了车厢里的王者。他刚掏出烟盒，一群人便争先恐后地凑上前来为他点烟。